续来看，为了要促进着国民党的大团结，国民党的前秘书长李乾龙昨暝伫咧厝做东，邀请到前总统马英九、立法院的前议长王金平等等国民党的大佬甲好友谊做伙食饭。不过党主席朱立伦却无来。李乾龙讲有交邀请，但是伊人伫咧南部赶袂转来。食饭的时阵，有人再度来建议由王金平来担任着好友谊竞选总部的主委。另外，针对着国民党内目前有声音讲要甲好友谊换掉，李乾龙批评这不可取，存心不良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真侪动作，各项民众党主席郭文摕伫咧洗目尾，加上国民党总统参选前好友谊民调直透六，南洋内部都传出要甲换掉，和前秘书长李乾龙感觉安尼讲应该唔对，不能够再有以前的换柱2.0的这个想法。部分的人这样的声音哦，大家认为不可取了。这个居心叵测，所以大家认为说应该上下要团结。好吃啦，胡萝卜。看手机内底相片，一个一个点名，为了友好拿军团结。李乾龙昨暗时请党内大佬意见讨论，去引导和好友谊食饭。前总统马英九、立法院前议长王金平、国民党前主席吴美雄、台北市前市长许良斌、新北市议长蒋经宏、桃园市议长柯一秀，和立委江启臣、詹明忠拢是来宾。煞敢若兼党主席朱立伦。朱立伦主席也有邀他，那朱立伦主席昨天因为他有南部的行程，所以只有他没有出席。谈到核能的问题，也谈到9·2共识的问题，吸引青年人来加入国民党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板块、这个区块啊。那好友谊去高雄拜会时，捌亲自邀请王金平担任竞选总部主委，当时王金平无答应，昨伫咧食饭时，有人搁一摆建议，很得名望嘛，所以在南部他有他的地位嘛，哈，而且他跟郭台铭跟韩国瑜都有相当深的交情。我想说，因为其实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，因为他是谦虚啦。面对党内大佬和南洋家尾邀请，王金平同款无回答。好友谊想要请王金平担任竞选总部主委，恐惊嘛是爱较面前去甲人邀请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